检车操演，搁再出代志，这回是伫咧彰化连行六去害铁马队6个人，骑车经过跋倒受伤。大量误车低调标出 DJ 是猪笼问了这兽医做了后，家己主要肉检调要查。另外，政府也稳定肉价推动措施。2025年亚洲杯竞技铁杯锦标赛，台湾队以43金、26银、22铜创纪录，也这项的世界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这陆军的6胜1号操演呢，今仔日伫咧彰化进行，有2支旅级部队实兵实装攻防对抗演练。不过，这参与的52旅的这个用户战车，说实来出问题，二是先是这链啊大断去，二来又有零件落去，造成6名骑脚踏车经过民众受伤。要拿这陆军的陆军团队表示讲，有派人去甲因慰问，也要通知这公务单位。赶紧去处理。无人机大型升空减速地形替地面部队开路，随后驾车送驾54两里伫 CM11烟火战车后方向前，甲一军机步234里伫彰化大城乡大西川海岸展开攻防对抗演练。目击真实战场情景，全场采实兵实装方式进行，场面震撼。陆军6胜1号操演25进场。27号机动的2支旅级部队伫中台湾接触，军方强调两军对抗操演一定有胜负，不过演习的成败不是看高一届交战结果，更加重要是确保达成实践化训练目标。今年第一次投入在旅对抗里面的托式2B 这个反装甲飞弹的发射车，还有第一次出现的野战救护车，这一些大部队的渡河。不过，参加演习的54两里煞传出 CM11拥护战车有状况，只是透早先传出拥护的链大断去，军方出动大型吊车排除。日了透早6点外，佫传出拥护战车路南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好亲像链大系统故障，连行4线，第16个骑脚踏车的人跋倒。疑因战车零件掉落，造成自行车骑士摔伤，派遣干部前往关怀慰问。同时通知公务单位完成散落物清除。特别是演训的密度大量增加，然后规模也扩大的时候，类似的耗损其实就会更容易显现出来。很多东西在演训中可以发现的话，那总比等到战时才发现问题要来得好。学者认为，也是爱加进行大型操演，才会当提升真实战场的战力。进前海军在进行海洋操演，陆军等于进行6胜1号演习，空军天龙操演嘛同款第27进场，包含飞弹实弹射击、空中战机高速颠倒这项目。地面部队原来会严整防空作战的各项装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国军个人的装备，这江秀站的介绍去互立委集期讲伤过贵啊，甚至是同款的物件，却是无同款的介绍。一寡正重要的军用品，亲像这野战车，不管是拢伫咧欠货，国防部长可立香港因会检讨，要这替军官是建议国防部介绍爱统一，而且不管是就爱通知厂商赶紧补货。官兵操作105榴炮准备迎战，面对中国威胁，国军这几年强化实战演练，相关的用品消磨嘛变较紧。为了改善国军个人的装备，国防部为2021年开始改外包经营。国军一个人一年有9860块，会当买军用品的点数。不过，立委质疑讲，中小站部分的品项介绍伤贵，同一个商品无共军警介绍煞无共款，有的甚至称在欠货。陆海空三军对同一个商品卖的是不同的价格，那个不然您觉得合理吗？各个通用的这个部分的话，好，看下一张。我告诉他，你一位批评讲，亲像面巾的介绍都比市面上较贵，而且一条面巾空军卖90块，海军100块，陆军就要110块。另外，亲像军衫、野战车讲等等重要的品项，称在咧欠货。退役的军官周武平认为讲，无共军警爱捏无共缩水，厂商考虑成本，才会地主介绍有争差。不过建议国防部都要介入协调，甲介绍定好好势，莫互官兵感觉无公平。
毛巾的品质来讲都还算不错，但是因为不同军种可能有颜色的区分，那以陆军来讲，它是可能绿色的毛巾，燃料的部分会提高它的这个售价。国防部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去做介入？可能三军的定价尽量维持在同一个水准。就有兵嘛讲，亲像亚阵遐讲，伫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可能会因为缘分的频率，一双鞋几个月就爱换，不过来去呢，可能一双会当穿几年。呼吁国防部协助统计各品项消磨的程度，互厂商参考，互有需要的国军会当随买到。厂商嘛袂因为成本或者是吨货考虑，致使欠货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搁再公布这卫星翕的台湾相片，讲这卫星翕台湾翕甲真清楚，甚至有中国网友讲有这中国的中国人做一个 app 叫做龟家，互台湾民众使用了后，就会当来投靠中国。刘宇辉指出讲，目前无任何平台顶头有这种的 app， 怀疑这就是一个假消息。最近中国对台湾文攻的动作真多，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发几多张讲是用卫星翕的台湾高解析度影像，也有中国网友讲有做一种归家 APP， 和台湾人用手机导成。为台湾同胞设计的头城 APP， 我已经做出来了。国讲台北市已经有28000多人下载排第一。不过，刘伟辉甲司法部调查台湾甲中国的 iOS、Android 系统的平台，拢找无这种 APP， 敢若是境外假消息。这嘛正多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25日台湾国防纪念日，学者讲这是中共对台湾法律斗争的一部分，想要让国际社会慢慢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讲法。如果说今天台湾被中国光顾这个概念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话，未来他要打我们台湾的时候，他就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打台湾那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光复节定为他们的这个纪念节日，也是对内争取个论述。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阁提出，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上有利。也讲台湾会伫咧经济、基础建设等7个领域更加好。对此，咱陆委会反驳，民主甲专制是无可能相融合。中共这种诱骗统一的方式，对台湾人民是无吸引力。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台中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前线应变所今公布，虽然第一阶段无拖开的现象，不过这病毒究竟是对倒位来的？这台中市农业局疫情调查清查发现讲，这市猪场猪仔死去期间呢，生期的特约兽医师和姓王的这兽医组拢无去到现场，是这猪农打电话甲这个姓王的兽医组问的了后，就家己注射药啊。这兽医组敢是有违反相关的条例延误防疫，即马这市政府已经邀请台中检方进行调查了。非洲猪瘟前景应变所支持对外说明，第一阶段疫情无进一步变化，不过源头到底安怎来？台中市农业局表示，经过了解，5七节市猪场猪只无正常死亡期间，包含生期的特约兽医师加姓黄的兽医组2人拢无到现场。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我们来跟他约询哈，他是有讲到，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伊来无来啦，我无过来啦。你好，你有啥物？我买掉来，用4十块钱。还是我就真讲说伊来嘛，无法度，无法度可以处理啦，迄对我药。药做看来。这间市猪场业者指出，70猪只出现无正常死亡，有打电话向姓王的兽医组询问了后，梁进前买药啊为猪只注射，不过无效果。市府指出，13姓王的兽医组通报动保处，这猪场无正常死亡，14动保处就带兽医去，不过无非洲猪瘟典型的症状，就无采样送验。20当日是动保处甲共一个兽医到现场解剖采样。市府农业局表示，是案发3日了后，检查到姓王的兽医组无兽医执照，不过技术透过电话建议，是不是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已经请台中检方调查清楚。他必须受到畜牧法，还有兽医师法。那如果是这个流行性传染病的话，他必须受到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那个防治条例的一个约束。
检方表示，目前用下车函进行干部分限，所以也无排除传讯相关人士来说明。台中市府表示，未来若果出现市场啊，每一只采检也加检，一定要加防疫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大量误测这市场逼出着非洲猪只，这感染源将有可能就是对喷来的。这间市场拢无照规定，把这猪喷的记录传到网络顶头。大量市环保局回应讲，今年5月、7月拢有去查，无发现违规，而且这猪笼较济岁啊，对网络操作是无熟手，未来会针对个案进行时限管控。也若针对无法度来改处罚这部分呢，这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就表示，拢有规定挺好法，提醒这地方政府爱主动去稽查。工作人员将一桶一桶的喷倒入大体内底，即位台中市禁止用石喷来饲猪，河泉市每日差不多200吨的喷无所在通去。不过，刷新11个紧急掩埋点来处理有回升记录。环境部环管署日下晡也去台中市文山掩埋场了解喷的处理甲防疫管理情形，确认台中市的喷处理用大甲砍头方式进行。不过，根据环境部规定，饲猪场若用喷来饲，应该上传催出记录，这案场并无落实。那这个老农呢，确实他在这个上传的部分比较明显，所以同仁知道他这个问题，同仁也想到一个方法，我就打电话去撸他。台中市环保局指出，对这案场3年来有14摆稽查记录无发现问题。今年5月、7月稽查时阵也无发现违规，加上猪笼年岁较大，对网络无熟，未来会用时程监管来改善。对饲猪场几个月无确实上传喷催子的记录，环境部表示，喷催子记录目前敢若是一个加强稽查密度的参考。如果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每天上传，那我们的稽查密度就会提高到每个月1次。你说他8月都没传，那其实并不违法啊，因为他并没有罚则。那不过呢，解决问题比较重要。台中市长罗秀贤指出，中央规定无上传也无发证，因公是无强制力，建议应该受罚。不过中央回应，一直伫废弃物管理法有相关的法则，地方政府应该按符行政作为。没有回报，没有处罚。这个观念是不对，因为地方政府它是一个核准的单位，如果当初有确实照着该做的事情有做好，然后这家厨余厂的真主也确实做到完全，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一次的猪瘟就不会爆发来？中央在海应变中心嘛指出，到即嘛无收到台中市提出疫情调查的报告，所以伫污染源喷调查拢也无组成资料，已经要求市府这边下晡进行提出完整疫调。另外，伫5测饲猪场清消了后，有关有2个所在检出病毒阳性，已经请地方加强佮清消。记者综合报道。基进王大料逼出着不法集团伪造病历险做兵，检警对在交单，一个几多名基进涉案。第二批防区提基进陈灵九、威廉，一个陈大天、大军阿虎等人专案侦结了后，依照涉嫌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伪造文书罪嫌来起诉。今仔开庭，其中呢，这陈灵九、威廉等8个基进全部认罪，希望法官判较轻的。那这法官问话时阵，威廉有方问着讲，这险做兵爱开偌济钱，伊也逼出讲，捌互这集团姓陈的主嫌讨大条钱。因为这个就是未来可能还是要再开庭的部分，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跟那个庭上报告。接受法律制裁，就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展现出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负起责任的一个决心。那觉得伤害到兵役的公平性，然后也打击到大家的士气，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抱歉。艺人威廉讲，险做兵爱开40-50万，佮讲家己已经成功申请兵役，有经过英总台韩国台3间病院，家己先去看门诊，再佮找人代替伊去斗这血压的监测机器。今日到庭，几多名被告拢希望讲，这法官就爱判较紧的。不过检察官是主张讲，若准互因假罪，就无达到抬价架构的效果啊。民进党立委林大华和伊的兄弟姊妹等10人呢，涉嫌诈领这助理费要到1500万，互检方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来起诉，今早起开庭审理。穿白色顶冠衫来到高雄电影的民进党立委林大华为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来开准备庭。
法院的公开审理，让检调的暗黑角落曝光，不公不义的起诉，终将还戴华清白。专案起因，伫今年的2月，林岱华防检举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检调搜索林岱华伫立法院甲高雄服务处。迄当时林岱华也捌伫政治调查局南基站的时大声喊，政治干预司法干预初选。今年6月，高雄地检署对林岱华保地内湖啊甲通发司主持释放地等10个人提起公诉，认定林岱华涉嫌以假助理、铺保甲办会等方式不法处置约1500万。也毋过27早起的准备庭，林岱华对检方起诉事实拢无认罪，也提交助理间的对话记录等资料，证明家己的清白。岱华清清白白，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不管暗黑势力如何的打压，岱华终将以清白之身获得高雄市民的信任。林岱华由3名律师陪同出庭，律师主张林岱华伫参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竞选立委连任等期间，活动增加造成助理费加班费增悬，也因为爱维持选民服务，爱由助理提供密集服务，税后加班费提悬。只是林岱华甲通发司主持释放地之间的金流往来，也好检调另案侦办。林岱华强调会以清白之心，对着高雄市民的信任，显示伊对争取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意愿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一名永丰银行万华分行进前伫遐上班卸任的专员，去用指控讲伊含这不法集团合作，为做这口座记录、假收入证明等等，涉嫌协助这28个人向永丰银行申请这信用贷款，其中有15件顺利贷款，总共甲这银行贷1593万。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竟依照着涉嫌犯着背信诈欺等罪嫌，对卸任的这个前专员顶31个人提起公诉。这个专员呢，涉嫌伫咧2023年到2024年期间，结合着这小金额放贷业者和公司业者，四界去招一寡有资金需求民众，由业者提供予民众一寡假资料，甲银行申请贷款。这个专员佫教民众讲要安怎应付这银行的对保人员，一年来协助28个人违法申请贷款，有15件成功。另外13件申请贷款案，因为这相关财力证明文件和银行的人员怀疑讲有问题，紧急通报了后，这件代志才逼出来。讲到这桃园捷运的绿线，目前长日起，不过却也传出着违法使用中国石材，违反着政府采购法，这地检署要分他治案进行调查。绿线工程咧赶工却传出指示控查表，赶工当中的G12站体地面铺设是中国厦门建庭就业有限公司的石材。违反政府采购法，免使用中国产品的规定，负责工程的通报商出面法院案。现场施工前的3至6个月，好，我们都会重新再检查我们的一些送审文件，那我们才提出更换材料供应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石材都还没有进场，也还没有施工。这工局表示，车站内公共区域地方目前已经初步分析，因做工作地砖由建工公司提供，不是中国厂商。敢若伫公共区域地边外围周边，采用天然的石材，为印度进口，是由另外一间厂商金必达公司来提供的。按算这礼拜3才会进场施工。他把我们在公共区域中间部分的钢石地砖把它扭曲成说这个就是大陆前程公司的这个盗菜的这种作为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针对这份绿线指控查标用中国石材指控，这工局澄清，施工进程原本协定石材供应商是厦门鉴定公司，自通报商发现产品是中国材料后，已经伫6月初5主动换做国内厂商。针对这份工程前期，地检署也分下项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蘆洲有一位行动无方便的妇人人，顶日落大雨，伊为着要坐公车，需要用双手伫咧涂骹白。这三中客运的司机林英新看到了后，随甲这个妇人人抱去咧车顶。那新北市社会局也随去关心，讲进前捌提供予伊这电动轮椅，为虾米拢无使用？伊会派社工去甲伊了解。
一位富人人为着要坐公车，伫咧雨中爬，富人的后生先甲刹车含塑胶椅仔摕去车顶放，外过时要去扶老母的时，看到司机哭落来，甲富人人抱起伫车顶去。当下的想法就是于心不忍呐，然后就过去询问他，然后询问他完之后，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送到我们车上最安全的地方给他坐好。这个有爱心的公车司机是西沙丁埔客运857路线的司机谢林，或者林英心。伊讲到一年半，迄天落雨，伫咧泸州区鹿港国校站拄到这位富人人，伊也真谦虚，讲伊只是做应该的代志，而且落车了后，这个富人人和伊的后生伫咧家点头说多谢，心内就真欢喜啊！我听到谢谢这句话，我真的很有心里面真的很高兴啊！也拿这个富人人的身份，新北市社会局掌握到是60挂岁人，社会局讲捌提供过因电动代步车予伊，不过这届是安怎会无早出门？爱请社工去了解，提供必要的服务。那目前我们也掌握到这个身障妇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本资料。那过去我们也是曾经提供辅具跟长照资源给这个家庭。那未来之后我们会请社工到宅实际去了解整个家庭的需求。也那针对这个新闻，大家拢在讨论司机真有爱心，但是身心障碍团体认为，现在公车车底板对司机来讲真无方便，就这回司机就要冒风雨落车来用。司机双手在操作这些东西，他根本没有手再去拿雨伞。那雨衣的话也很不方便，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公车并没有考量到真正操作者他需要的一个模式，还有不同的天气造成的便利性。民团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国外改用电动车底板，除了会当保障司机的工作权益，也会当省时间减少危险。记者陈选林旭凯新北报道。这个大桥呢，通车到今已经超过72年了，年久未侵，一寡所在拢已经旧去后去啊。这彰化含云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要来维修，按算12月开始，规座桥拢会封起来，这整修的时间差不多需要1年多。涂刷的3刷仪式，摕擦乳啊，运红色油彩伫广告顶来回擦。代表西堤大桥保强工程正式启动，跨过云林西堤顶甲彰化溪州乡重要通道的西堤大桥，1953年完工通车到即卖已经超过72年。最近几年所面临更国新鲜，桥墩必须等通车安全记录。这个钢桥部分的一些锈蚀，还有一些它的连接处或者钢梁的部分有做一些局部的一个抽换，那主要是针对它整体结构的部分来做一个重点的维修补强。为确保西堤大桥结构安全甲延伸使用年限，彰化县政府甲云林县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维修保养工程，包括做建国径局部保强修复、桥面春秋旁修线甲外观擦油彩等工程。重要的是它的钢构也已经有锈蚀哦，所以呢，咱这个经过设计大概需要2亿3100万。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针对咱的这个结构的部分，给我们核准了1亿8900万。那中央补助1.53亿，那云林拿出了0.18，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又拿出了6000万。期待在如期如质如度完工的情况下，能够在明年10月份之前要举办这个义政文化季之前，能够顺利圆满的完工彰化县政府表示，为确保施工品质甲安全，施工期间会全桥封闭。预估为今年12月开始封桥整修，施工期约400日，呼吁用路人配合，建议第一线溪州大桥作为替代道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到花莲，这国民党立委布坤基第天在今下晡举行光复乡邦山潭受灾区重建座谈会，场外有灾民伫抗议，即期讲这会期无通知到所有受灾户，想要入去，阁去互阻挡伫外口，伫场外就发生2架冲突。花莲县议会议长呢就冲入去踢倒啊。布坤基就批评讲，这就是暴力行为。那受灾户这拢是表示讲呢，灾后到今拢无交通工具，厝内面重要家电也拢无送到位。即期这灾后复建内容是无透明的。不过县政府是回应讲，中央前线协调所完成阶段性任务了后，今日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受理灾民各种的服务申请。
去普陀行市的活动中心花莲县议会议长丁俊将会议桌探讨甲国民党提规不分期冤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场可以被捣乱成这个样子，而且用暴力？今天大家看到什么叫暴力？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就不敢面对这些灾民，他只会找几个人，找几个就村长代表，然后摸摸头，事情就解决了。双方一股来一股去，场面混乱，调查进前，另外也发生2摆冲突。上摆花莲县光复乡受灾居民自7下晡到大华活动中心，部班内底开的光复乡帮山河受灾区中建座谈会，无通知所有受灾户，也指其这是闭门会议，无法度代表所有人的心声。灾民控诉在到即马无交通工具，厝内底重要家电无到位。无法度正常生活，有人指其可能厝中计厝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要求全部进场表达心声，说被拒绝伫外口。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以向大的先发给我们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高官全部坐在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吗？他也没有说让我们进来啊。所谓的灾民都完全不能去参与，连旁听都不行。不管其强调，会场有一步也无拜托政府人，针对受灾居民指其灾后复建费用无透明。县府强调支持中乡前线协调所阶段性政府完成了后，第1日起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协助整合灾后重建阶段居民需要的补助文件，甲各项申请服务，希望互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场标出着这非洲猪只，全台湾的猪仔拢禁抬禁运到11月初6。为了要稳定这猪卖介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提出配套措施，强调会含这市猪协会等单位来合作，做会解除禁令，用登记的方式来出猪仔。目的呢，就是要来落实着人含车的移动管制，也会呢来宣布推动第2轮的强化措施。也若讲到这相关产业的补助，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会按照时程和需要进行处理。因为发生猪只头一个疫情，农业部提出禁运禁毒配套措施，延长10天到11月初6，全国逐天上市的猪仔差不多2万只。营利协会预测会有差不多30万只猪仔等待上市。外界烦恼到时阵大批猪仔入米拍卖市场，猪仔价会崩盘。为了稳定猪价，农业部提出配套的方法，联合营利协会开会讨论，用登记的方式照顺序出猪仔。你要拍卖的时候，就会相关的一个登记。那这个登记的时候，就会透过一些协调那因为有次序的出租才有机会让我们的价格能够稳定。这必须管制的，虽然多了30万头，不过30万头2个月就销完了吧。虽然猪仔禁运禁毒，台南也是发生偷运送猪仔的违规案件。除了动法以外，政府嘛宣布启动第2轮防疫的加强方法。包括分级查访、强化消毒、精准疫调、加扩大追查等4个方法。亲像讲照风险、加低定分级，相对风险较悬的特工方式。消毒的部分都是移动人车管制，增加随机拿查作业等。好，那这里面的重点，我们就是如果有发现场内有异常，有猪只死亡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现场采集这个必死猪只来进行送验。因为台中案场已经完成消毒，刷也验出2个所在有核酸阳性反应，是不是现场管制无好造成污染？应变中心要求台中市政府加强管制。应变所也再度的要求，就是地方政府应该要拉封锁线，而且要派警员或相关的部分去做相关的管制。政府是不是会予猪农加8点补助？经济部表示会去了解传统市场加8点的情形，一礼拜内制定补助方案。行政院杜永泰讲会依照时间甲需求来做处理。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农业部买经小介肉品冷冻工会提供冷冻冷藏猪肉，加17万吨的鸡肉。做肉品的替代来源，并建立肉品供应调度联络平台加厂商名单，提供团鲜者的业者联络协助加调度供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15年亚洲杯竞技铁杯锦标赛争夺了中国比赛，台湾队以43金、26银、22铜创纪录，也有7项的世界纪录。其中呢，来自桃园15岁西迪的小女沙马巴少摕到 All Around 女子部分年龄冠军，11金3银的成绩，拍破3项世界纪录。
来自唐县15岁的赛德克族少女沙马巴沙奥，以真紧的速度伫2025亚洲杯竞技跳杯锦标赛，固定包办在1金3银，也履行3项世界纪录，成做世界上紧的原住民查某囡仔。塞口接力对抗。此外，沙马甲11岁的李友成两个人连续出战双人合舞，也已经可以配合到履行16岁以下做世界纪录。很开心，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配，所以就很意外。伫团体赛部分，沙马也甲李祖佑等其他选手组成CT哥团队，环扫18岁以下组3项团体冠军，摕到3金队伍的荣誉。因为我们这次的队员都是很强，都是各个年龄比较优秀的选手，所以是必须的。这次有带了一半的新选手，可能达成率只能来到60%。那总结下来，能够来到80%，跟我们的国际大挑战是总冠军。2连霸的情况下，对我这次的成绩，我们觉得整体下来是表现得很好。2025年亚洲杯竞技跳杯锦标赛日落伫中国大连结束，咱国代表队以43金、26金、22铜得败数，成做本阶段赢家，拢总履行7项世界纪录。中华竞技跳杯运动推广协会表示，台湾透过竞技跳杯运动迈向国际，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遗产分配问题，其中牵涉到兄弟姊妹的特留份，引起社会讨论。民间团体联署要废除这兄弟姊妹的特留份，调查立委也有共识。法务部表示，讲已经有请学者进行研究，年底会有结果。这几个月呢，也继续来收集各国立法的情形，上紧明年初启动修法。遗产分配是袂少家庭讲袂出的痛。民团发起废除兄弟姊妹第2份，建议修正民法第1223条，删除第4款兄弟姊妹的第2份做因的应计分1/3。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累计将近8000人复议，看得出来个人关心遗产分配问题。我赞同啊，钱是我赚的嘛，对不对？那我喜欢给谁就给谁啊。有的人兄弟姐妹不一定感情很好，或者他觉得他的兄弟姐妹不是很认真的工作啊，那凭什么要去拿这份遗产？这个提案讲，兄弟姊妹第2份已经无下现代需求，限制过身的人为走自由，佫引起家庭矛盾甲诉讼纠纷。即摆法令佫造成单向继承权，那亲像伫处罚无生育也是单身的人，造成权利甲义务无对等，违背国际趋势。我认为可以正向开放性的来理性对话。毕竟这在世界各国里头，台湾已经是比较少见的国家，还保留这种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法律规定。世上很多的兄弟姐妹之间感情非常冷漠，甚至有的反目成仇。遗产特留份的规定，其实已经违背了所谓的遗产自由的一个意愿。调查立委无反对修法，国民党立委关志温、王凤梅、吴宗宪等人各人提出修正草案，要将兄弟姊妹第2份规定删除，其他继承人第2份是保留。我们的目前预估整个修法进度，我们希望在相关的研议完成之后会在明年初再启动相关的修法。民众对遗族自由甲财产自主真关心，所以这个案意见多元，也必须爱听各方面的意见。法律部进一步表示，已经委请学者做研究，预定年底前会提出委托研究的成果报告。这几个月原来持续收集各国立法的情形，一定会伫明年初开始修法。记者采访报道。电动独轮车出帮车伫台湾拢是禁止骑到车路，高雄有开放4大公共场所会当骑，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会骑到车路去。业者认为讲应该爱比较电动铁马合法骑伫咧车路，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讲爱需要甲相关的规定做好势，袂当雄雄公公就开放。电动独轮车伫寿山园区骑紧紧，经过媒体报道，大家才知影原来寿山是禁止电动独轮车甲厝房车骑入去的。目前台湾甲这个车算是个人载具，禁止骑去伫一般的车路。即阵高雄有4大公共场所开放骑电动厝房车，包括布置中央公园、桥头糖厂甲围堵行，其中布置园区内底拢有广告。不过也是定拄有人骑出去车路，互警方开红单。民众讲开放骑车是真利便，不过人若多就变甲真危险。是大家人行道在走嘛都没有注意汽很快到处钻，我觉得很危险。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行驶或使用。本分局于今年1月至10月份共取缔了违规13件。
高雄4大园合法营业的电动厨房车有电子围篱的管制，若超出范围就会断电。不过，若是私人的，也是其他业者都无法度管控。警方表示，若是骑出去车路，就会照规定上悬罚3600。有租车业者认为，电动厨房车的动力其实跟电动铁马无啥差，应该爱比较电动铁马合法上路。政府会认为是电的话，就是有危险性嘛，所以他会就是不想让你上路嘛。但现在有电动辅助自行车啊，可是它也是电力的，那为什么它就可以实施？想推广，对，它就是法令上，还没有配套措施做得那么好啊，所以相对的，你仓促上路，等到出事了，我们再来检讨已经来不及了。电动厨房车、独轮车愈来愈时行，不过相关的法规管制绝对袂着卡步。业者讲，因伫咧造车进前拢会签约束，甲民众讲相关的规定，不过也是有人会违规。除了法条制度以外，伊认为该加强对人的宣导。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10月25日，伫桃园八地厝民俗艺术村有办这布袋戏表演，桃园市文化局邀请剧团来演出，这是响应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扣点活动。所有参与的家长反映讲，这台语毋若无到要求的8成，阁互真侪老人和歹人的角色讲台语，进一步强化社会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台语团体是呼吁这桃园市的文化局呢，就要担起监督责任。也若文化局敢若回应讲，尊重剧团的创作袂去做剧本的审查，不过现场有请人去监督，会进一步讨论这检讨做法。你这妖怪真叫我公公的啦！哼，你从水里面冒出来，你才是妖怪。演这出布袋戏，而且闹东海的是5洲桃园高江中剧团，这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台语家庭计划扣点活动，也去引家长带囡仔做回来。哦，看完之后拨头发，你仔细看哦，它会侧个45度过来。有家长指出，剧团伫咧解说布袋戏特色和表演的时，多数讲华语，但是当初伫文化部网站有公告台语占8成是正常说无够，毋若互主角落车讲华语，也互其他时代甲歹人角色讲台语，这也进一步强化社会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台语团体嘛呼吁桃园文化局应当负起监督的责任。文化局遐无方案会使，或者的承办单位提升因的台语意识，意思讲可能剧团迄边嘛无法度接受到，真正这个计划伊需要注意的所在安尼。针对无语言意识、台语比例和强化刻板印象的争议，剧团表示，经过一届的讨论，嘛，互因更较了解无共观众的想法。面对安怎兼顾表演和台语推广，因会过来改变做法。就是那个分寸，还有就是使用语言上面的方式，能不能够更让更多的除了原本华语家庭的小朋友接近认识台语之外，那台语家庭的小朋友也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乐趣跟一些学习，这个是我们会更努力的目标。面对这届的争议，文化研究者温宗涵嘛对桃园文化局提出建议，活动计划的审核除了台语顾问嘛，应当请剧本审查。针对囡仔可能听无台语的部分，有学者表示，透淡华语毋是袂使，毋过要根据台语家庭计划的要求，加去思考剧本和体验的设计。经过设计啦，就讲你头伫咧内底顺续教一寡讲迄个小声台语免讲。因为这个计划伊上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语言嘛，台语过来就讲，更加重要就讲要培养观众。主办单位桃园市文化局表示，尊重剧团的创作，要去做审查。这届的活动是响应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才邀请剧团来，并无领补助。不过伫咧现场有请人监督，文化局表示会搁进一步来检讨做法。记者卢长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宜兰这几年伫咧修剪树的时阵，拢直接甲树挖剪了，愈加光光。外界质疑讲安尼去伤害着树的生长。县政府拍算要来修订这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只要错过头，就罚3000到3万。学校树影边仔的青仔树干樟树，修剪的时阵规拢剃光头，树枝顶头拢无叶花。学校讲是因为树仔受病虫害，叶仔一直当影响交通甲附近的店。不过有人质疑过度修剪是伤害树仔。
头城行政中心头前规排的树仔，6个时阵也互人用长头式的方式修剪。宜兰县这几年像这种过度修剪公有桥不会情形愈来愈多，公部门几多遍互人质疑无够专业，县府就要解决问题，年年要修订。宜兰县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提草案，明确定义，伫公有土地树仔拢是公有乔木，修剪时阵若甲树仔剃光头，就其叶仔根若损伤1/3以上，会罚3000到3万。当然会有一些法则的处理，那主要目的还是在希望说各个机关学校针对公有乔木的部分，能够更注重去好好的修剪，让它可以健康的生长下去。因过环团认为发伤轻。亲像伫原来有真侪无列伫列管老树仔的公有桥木，若是修剪过头或者是错掉，只敢若罚3000到3万，无符合比例原则。因为这款无列管的老树，国家挡袂掉过度修剪。树龄越高的，或者是它的冠幅越大，或者是根系范围越大的这些老树，如果万一遇到这种不当修剪的话，那它的罚则。建议就是要加重。每一种树啊，拢可能有无同款的性质嘛，袂当讲全部拢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要环团认为，县政府应该辅导所有的公共机关，伫咧修剪无共树仔的时阵，应该注意季节一个树形。无共款的树仔应该用无共款的修剪方式。若是只敢若用修剪量的最少来制定罚则无够。县政府讲，此案已经有过会收集各界意见，按算伫明年中送县议会审议。那通过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伫啊，禁台禁运前后拢总是15天，真侪做食店家是头壳摸咧烧。亲像台南真出名的烧肉饭，无少成本，就算猪肉价少贵3成，同款照常甲买起来炖。也有一个肉包店呢，因为抢无猪肉，先暂停供应，这包案呢就改别种啊。烧肉放伫火炭顶原巷，看起来真好食款。但这间真出名的烧肉饭店家，干那靠烧肉饭、控肉饭甲鸡腿饭，总是请真侪人来买。不过为着要会当继续供应，头家27串大笔现金，按算甲新联络的供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一栋的冷冻猪肉。价钱就是我们原本价格的多大概3成到4成的价格，那我们也是跟他买。其实如果只有一个品项的话，真的也没办法了，因为你出来你员工的成本，然后整个店的开销啊，你不符合经济成本啊。卖少店家出现无猪排库存，嘛袂使干那卖高一项。这几工头家除了店面无闲，私底下大概是4价走水猪排。虽然贵，但是上无去买有，这是一档干那会当应付4至5天的量。另外，若无门路的店家，恐惊只好停止供应。改换其他的代替方案。明天开始就已经确定没有了。猪肉包对客人也比较习惯了，价格大家比较喜欢。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用一些什么菜包，还有像芝麻红豆其他的品项来替代猪肉包这样子。卖包的店家嘛已经打出海报，要买一顶猪肉鸭，包到27年。猪肉开始暂停肉包供应，有其他的店头嘛出现这款状况。像猪火汤店家本只会当冻5天的禁令，这阵延长嘛只好卖完准度刷。明天还不够卖，就很早就会没了，我们就都改鱼丸，没有办法，就只有鱼丸啦，就先度过啊。如果营业额不好的话，就休息。猪肉产销出现问题，即摆连其他肉类嘛加减受猪肉影响，出现市场绩效波动的情形，业者爱应应面对问题也去真济。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最近政府全面禁止用这喷来饲猪，这个喷要安怎处理，变作是防疫的一大挑战。彰化县的清洁队平均每个月会收到500-600吨的喷。环保局表示，讲即阵除了把这喷摕去焚化炉烧掉以外，也会协助各公所利用这笋糖来斗食喷。清洁队人员无用咧清理拄送到位的喷，台湾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灾，政府宣布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彰化县每个月平均会有500-600吨的喷，即阵除了送非洲焚化炉烧掉，嘛有一部分会交予后面清洁队利用笋糖来接喷。非洲笋开始的时候，咱这个拜我们接到环保局指示吼，希望讲我们的量能够展开吼。应该目前伫北彰化来讲，应该是可以去化这些熟处理。咱彰化咱公所收的这喷一个月才500至600吨左右，过去会送饲猪啊，即马因收的这喷主要先送去咱焚化炉来烧，啊，若有一部分送去后壁一边来做黑水网来饲安尼。
即阵喷的处理消化，正做非洲 DJ 重要的防疫工作之一。中华关河米清洁队今年5月引进2规个笋塘货柜厝，利用笋塘接喷。即马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清洁队嘛加派卡手来处理管来喷。即马的处理拢已经来伫咱河米这边才甲咧处理啊，所以这个量已经爆量吼所以咱这队员的非常的辛苦啦但是。咱嘛会积极进来甲伊消化掉。每一个月最大化可以处理到300吨左右了所以希望民众免烦恼，把恁的牲畜、所属照进前分类的分好好。环保局表示，目前中华管内喷的处理量无问题，请民众免伤过烦恼。但是食面的量尽量准则好势，莫有剩。倒喷的时，先甲喷水摒清气，随后的回收消化会较好处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自欧洲议会和欧洲18个国会的45名友台议员，今日伫台湾3见面，因为这欧洲下国议会平台福尔摩沙俱乐部第2届年会头一届来到台湾举行。这个俱乐部呢是2019年成立到今，目前包括着加拿大等31个国家参与，长期以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而且呢也反对中国对台湾施压。欧洲议会议员瓜里河亲手送予外交部长林佳龙，后面配上领大加一领 T 恤，表面写着台湾无应该只是问题，而是解答，也搭配咱国国旗，引起全场的炮声。欧洲跨国议会平台福尔摩沙俱乐部第2届年会头一摆来台举行，来自欧洲议会甲欧洲18个国会的45名友台议员组织伫台湾。Taipei is really a city that never sleeps, a city that continues to stand as a symbol for resilience, democracy, and partnership. Taiwan is a frontline democracy. Its status has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ecurity.For European economic stability， 福尔摩沙俱乐部伫2019年10月由欧洲议会甲英国、德国、法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贺雕成立，以整合各国支持台湾的力量。目前有包括加拿大等31国参与。福尔摩沙俱乐部逐年拢会天台参与 WHO 等国际组织，搁伫中国对台施压的时表态声援。捌担任后边这几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搁较表示台欧关系爱搁较进一步。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and Taiwan merits careful reflection and forward-looking consideration. EU cannot be indifferent to developments affecting Taiwan. The Formosa Club has stood by Taiwan in times of challenges. You have shown that democratic solidarity knows no borders, and that friendship rooted in shared values can withstand even the most intense.External pressure。林佳龙强调，台欧关系愈坚强，全球民主风扇也会愈稳固。佮感谢透过俱乐部的串联，欧洲议会我2年连续通过反对中国扭曲年代第2500号决议案，展现挺台态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日会伫南韩举办这传习会，双方代表已经伫马来西亚针对着这中国稀土和美国黄豆有超出共识噶。另外，美国也预告讲，这川普将有可能伫咧明年旧历过年之前去到北京访问。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纪律部同协峰会，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传习会铺路的时，伫南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100%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和交流，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单桥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领军。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代表两国当咧努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背心着也透露，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历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有计是伫明年秋季。G20峰会进前，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稳定26国会改选总统米瑞伊的自由前进党摕到41趴的选票，国会2院上部有1/3的席次，那代表着这财政准则和自由市场政策推行会当较顺。2027年的连任竞选也拍基础啊！也那这米瑞伊的政治朋友美国总统川，伫咧选举进前呢开美金400亿援助，甚至阁威胁讲，若做是米瑞伊选书就要取消。外界也质疑讲，安尼做就是咧影响选战。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所属的自由前进党，选前伫总建议只有37席，参议院只有6席。第26众议改选的127席中，自由前进党摕到64席，参议院24席内摕到13席。虽然伫2院的总席数还未过半，也毋过会当互米雷伊有好决在野推出敌对法案的实力，互伊的财政政策甲自由市场政策会当更较顺利推行。No solo vamos a defender las reformas ya hechas, sino que además vamos a impulsar las reformas que aún faltan para lograr ese futuro. Porque queremos ser un país que crece, para ser la Argentina que nunca deberíamos haber dejado de ser, para volver a ser la Argentina grande nuevamente. 米雷伊上台以来，为了抑制通膨，一直透过卖美金、买披索，将汇价保持伫固定区间内，造成美金储备已经出无偌济，引起经济危机的忧虑。再加上亲美美逼出贪污见效台，后米雷伊的支持率继续降。9月以来，伫关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地方选举甲国会连接失败。不过，这个月初选前的关键时刻，美国财政部刷雄雄宣布，甲阿根廷确定200亿美金货币互换的规范，也答应各位民营银行甲主权基金筹集另外200亿美金的资金投入，总金额400亿美金的金元。川普也威胁，一旦米雷伊输就取消。伊胜选的消息传出了后，川普随伫社群媒体发文祝福，也讲伊对米雷伊的信任得到阿根廷人民的认证。Yo quiero aclarar que ni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ni JP Morgan son sociedades de beneficencia, que si vinieron a la Argentina no es para otra cosa。这场选举总投票率是67.9%，创数十年来全国性选举上低纪录，显示有愈来愈多的选民对各阵营提出的主张拢无关心。公司新闻王培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5度。还佫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
了。